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一場賽事5班1200米嘅泥地短途賽準備。11號起飛啊，6號都起飛啊，一隊。好啦，馬匹就已經係入晒閘㗎啦。工作人員紛紛散開，黃旗舉起，準備。一起步嘅時候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快贏啦，同夢啦，咁啊黃眼罩嗰隻咧，仲有呢個不老精英都快喎。內欄合利高，咁啊再喺出邊快樂良友，中間有情風啊。後一陣嘅馬無敵進區，地上最強，出邊白鹿徑同埋博利好啊。尾二開心海船暫時包尾咧，就係嗰隻危險巨星嚟㗎。好啦，接近800啦，好多隻馬走啊。同夢咧咁啊一路喺中檔搶啊，響佢出邊有快贏啊。內欄第3位就係合利高，出邊快樂良友，第5位拖住啦。咁啊橙帽就係呢個不老精英啊。後邊灰馬藍眼罩，內欄地上最強，出邊有情風啊！再數後邊呢，仲有呢個白鹿徑啦、危險巨星啦，全程喺出邊喎。博利好啊，戴面箍嘅，跟住佢後邊仲有開心海船包尾呢，就係無敵進區嚟㗎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同夢呢，佔先半個身位，快贏咬住第2啊，中檔第3不老精英啊，咁啊見到合利高褪咗落去喎，外邊上緊多少有白鹿徑啦，咁啊再內欄位置地上最強啊，大外檔嗰邊呢，仲有隻博利好㗎，鬥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同夢依然係佔先啊，快贏一路逼住佢，中檔位置咧，仲有呢隻不老精英啊，咁啊拋甩晒後邊嗰幾隻馬，見到中檔透出咧，就係呢隻快贏啦，一路壓住同夢嚟跑，快贏咧都好有機會贏。第2名同夢，第3名不老精英，第4名係白鹿徑啊，合利高拉停咗啊已經啊，咁啊唔知咩事啦，哦流鼻血啊應該係嘛，咁啊最後50米咁啊已經見到呢隻快贏，咁啊將同夢趕過，跑第3名係不老精英，第4名咧就係白鹿徑，其實全部都前置馬嚟嘅3甲。一隻快贏啊，咁啊潘頓復出啊即勝啊！終點前力壓呢一隻同夢6-1-11啊，臨尾落好多飛嘅不老精英跑過第3，第4名咧就遠遠落後呢隻白鹿徑嚟嘅。都幾準啊！啲飛6號、11號嘅獨贏位置全部落飛嘅，咁啊2隻都入晒嚟。但係就見到喺前面走嘅馬咧，有幾着數啊，後邊都追唔到啊！都不能夠蝕得太多位啦，你。真係呢頭嗰3名係嘛，都係喺1、2搭走嘅啫。好啦，睇下啦。先啦。哇！積極啊！你見到佢個勢頭好積極嘅。落腳好利落啊！隻馬。佢其實係最早走出嚟嗰隻嚟嘅，同夢唔夠快啦，合利高都唔夠快啦，佢係嘭聲已經走出嚟㗎啦。咁啊，不老精英今日其實我哋見到佢守住喺個幾靚嘅位嘅喎嚇，咁但係爆落去就唔算話太多，捱過第3咁解啦。快落良友都快喎，原來。嗱，你睇下隻合利高，可能今日戴咗個眼罩啦嚇。你睇下合利高咧，睇今日仲有幾多啦？快又唔快得幾多？好似都唔係好想同你前面嘅馬去搶啦。咁啊，今日嘗試下少少流，但係效果都係差不多啫啊！你話真係蝕位嘅，咁係隻白鹿徑叫做攬下咁上嚟啦，跑到個第4。哇！斷得好快添啊，合利高，算啦呢啲馬係嘛？哦，望啦，即係可能已經聽到有啲唔係好妥嘅聲音啦。係啦，望前邊。健康嘅聲音啊，唔靚嘅健康啊！好啦，睇翻啦，呢隻快贏，恰住嗰隻同夢。你講個人咯，個人黃。危險巨星係真係追翻啲喎呢一場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73，第二段22秒84，正常 pacing 嚟嘅啫。末段13秒3，末段13秒3啊，總時間分09秒87啊，咁就慢過標準時間不足1線。